州話，一齊出發下。歡迎收睇今期嘅趣談廣州話。阿強話啱識阿陳生嘅時候咧，覺得人錯，後來慢慢先發現呢個陳生真係嬲錯人皮啊！粵語當中有嬲錯人皮呢句說話，我係形容咧一個人人品唔得，冇人性，係個偽君子，咁你就可以話佢係嬲錯人皮啦。嬲響粵語當中有兩重意思，可以作名詞用，可以作動詞用。名詞嘅時候就係指披響身上嘅大衣，而咧作動詞嘅時候使用咧就係指披上身咁解。咁呢個嬲錯人皮，即係披錯人皮啦。咁即係話呢個人咧原本唔係人嚟嘅，佢係畜生，畜生應該就係披住畜生嘅皮毛，點不知咧佢係披咗人嘅嗰個皮毛，即係睇落去係個人，裏邊其實唔係個人，咁即係話呢個人啦連人都不如，唔係人樣似人，內裏唔係人，就係叫做披錯人皮啦。咁有啲似我哋經常講嘅句說話叫做披住羊皮嘅狼，意思係近講嘅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噶，佢真係嬲錯人皮啊！咁嘅事情都做得出嘅。嗱，其實咧嬲錯人皮呢句說話咧，佢嘅背後嘅邏輯就係佢默認咗人係性本善噶。咁但係事實上，人究竟係性本善定係性本惡咧？喺哲學界爭論咗好多年，到家下都冇一個標準答案。趣談廣州話，一齊出發下，我哋下期再一齊趣翻下。